傳福音領人歸主，係每一個基督徒嘅使命，亦都係一場屬靈嘅爭戰。點解我哋要肩負呢個福音使命呢？呢個就係主嘅吩咐。我哋自己得着呢個福音嘅好處，就要將呢個福音與人分享，藉着主復活嘅大能，救佢哋脫離罪嘅捆綁。我哋睇見世人嘅慘痛無助，我哋唔能夠閉口不言，我哋唔能夠唔將主嘅救恩傳揚，要將福音傳遍天下，包括自己嘅家人、同事和所有的人，因為福音係神嘅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參考羅馬書1章嘅16節。所以我哋要常常嘅思考，我哋有否將福音嘅大能揭示俾世人知道呢？我哋有冇將神喺我哋身上嘅恩典向人傳講呢？所以求主賜俾大家呢，有呢個機會，有勇氣與人分享我哋自己得救嘅見證。更要安排時間，每日提名禱告，主再來嘅日子近了，趁着黑夜未到，要把握時機為主大發熱心起嚟禱告，不住嘅禱告行動，不停嘅行動，將救恩宣揚。